开始。我即个用即个就速度变足慢。好 ，OK， 你拄则是讲直播的部分嘛，还袂好嘛吼？好有啊吼 ，OK。我这速度够慢的啦。因为我即马换写我家己的电脑吼，我即个电脑我家己电脑就会使拍，毋是啦，主要是我家己电脑较早袂当用两只 monitor 看，我即马我去买一个 HDMI adapter 会当甲我的电脑的 monitor 甲延伸出来，安尼我较方便吼。但是速度变足慢的。好，咱不管哈，咱来看后期啊，73页。这边看过，迄边论四围山啊，应该是圆圆困。牛仔心水兄无分，汉王毋敢受招军吼，应该是招军啦，而且教军，但是我想应该是王招军吼。这边看过，迄边论吼，四围山啊，圆圆困。伊是写圆圆困啦，汉字安尼写，但是我认为我毋捌听人安尼讲，圆圆困较有可能吼。牛仔心水兄无分，汉王毋敢受招军。这着对迄王招军故事了解的人啊，可能才知影你讲啥。我拄则吼，其实我去现一下后面啦吼，因为我知后面佫有童谣，佫有一寡故事吼，我去甲现看觅。因为我觉讲，伊故事的部分吼，其实拢是用日文写的，所以变成讲其实咱就无必要看，什物87啊啦吼，佫小说啦吼，拢是用日文写的，所以咱无法度看。所以咱就会干那看较童谣的部分，囡仔歌，敢若差不多是130几页啦吼，所以咱后手咱差不多读一半去啊，佫剩后手佫剩另外一半吼。看了再过来看要看另外对一本吼。我一直咧想讲，可能若看了我就甲迄个我想要读的迄啥一下袂记热兰遮写日志吼，我就直接甲摕来摆落来读啦吼。当然迄毋是台文写的吼，变成我随爱甲翻译一下安尼吼。总是我是有兴趣读内底内容的吼。好，芭比你有兴趣看啊？好，咱再来看热兰遮写日志吼，即本甲读到煞。好，后一条，一道四伫徛四方，我看是写啦吼。中央一碗腰子汤，并无咱搁通来喜，咱说若食心若酸吼。一道四伫徛四方，伫就是若敢若豆油底啊，读做底，豆油底，所以是一道四底。我记得是元音第8声啦。我去查一下吼，袂记啊。TIH 第8声，吼是第8声底，豆油底吼，碗底刀吼，碗甲底甲刀吼，底啊吼，豆油底，酱油碟子啦吼。所以这只一道四底徛四方吼，徛四方。咱讲即个徛哩吼，即就是混用音啦，混用读法，训用字的读法吼。因为你若去查即个甘字典，还是讲去查空义字典吼，即字是无读做徛啦。看一下甘字典。
我直接用汉字来测吼。即个汉字含咱即马读的这歌仔谱中头迄个汉字写法无介共吼。哎呦，甘字顶有受徛即个分形音的，一徛门吼，门徛，摊徛，摊徛要安怎解释？我煞袂记。徛困我嘛毋知，徛行，徛行，徛棋。我查一下摊徛，这是我想问这是速度伤慢。THAN 第三声，第二声摊徛 KHIA 第七声。摊徛就是徛直垂直啦，对啦，垂直啦，叫做摊徛吼。但是啥物叫做摊徛目？摊徛目是讲你的目睭毋是圆的，是直的，是徛就对了。摊徛，摊徛目是吊眼，摊徛目。这摊徛是垂直的意思吼，直立吼。所以甘字顶有受徛即个音，我一直想讲这是混用音，可能甘字一般字顶袂收，结果有。另外一个音是书吼，书就是伊的读字音仔啦。一道四直徛四远，中一碗腰子汤，并无咱搁通来稀，稀是啥物？沙西德库希阿夫，看无？咱说哪只心哪生吼，应该是即个兄无伫诶吼，毋是兄，即个查甫囡仔无伫诶吼。一只倒啊，遮大只，中一碗腰子汤尔吼。好，咱继续读咧，一道四边四徛直，中一碗鸡肉丝，兄哥毋敢出手呢，若要上好等一时。一道四边四徛直，含拄则差不多意思。拄则是四直徛四远嘛，即摆是四边四徛直。中一碗鸡肉丝吼，兄哥毋敢出手呢，即嘛是讲查甫囡仔吼，想要食毋敢摕，若要上好等一时。好，74页，芭比麻烦你吼。好，我这速度足慢的，我即摆我电脑显示速度比你较慢。日头出来，即边就读光吼，光烂干歹势，光烂干吼，毋是蓝吼，这个蓝是读做烂吼，蓝是华语读法吼。甘字顶。
即个烂字吼，阮公司老一阮的台湾人吼，伊咧用 Excel 的时阵就讲啊，即对一烂对一烂，伊就会安尼讲，就是白话音的烂啦吼。哦，伊嘛当读蓝啦吼，蓝应该就读字音嘛吼。啊，白话音读烂吼，啊，但是即马会晓读烂的更较少吼。啊，你若今仔日你学着，你就读烂吼，免客气，你就来读烂。烂位吼，啊，这才是烂官啦吼。我看嘛，伊是写蓝哦，吼，伊即个卡纳即个假名是写做蓝官吼，K 拼音嘛吼，官。日头出来，这是读光吼，日头出来光蓝官，钱无两个跋袂，这应该是跋吼，跋袂断。啊，单跋袂单吼，钱无两个跋袂单吼。咱搁加伙几十万，咱所事搁也重难。这车的难假名安尼写，甲即个难安尼读法到底是安怎读法？无晓知吼。日头出来光蓝光，钱无两个跋袂单，咱搁加伙几十万，咱所事搁也重难。啊，讲钱无两个跋袂单啦吼，应该捌听人讲。咱搁加伙几十万，咱所事搁也重难，也重难吼。好，继续后一条，一只花船金当当，一只小船无挂篷，咱搁坐船要出港，放刁咱所活米人，放刁咱所活米人。阿内萨斯特拉嘞塔雷欧巴塔尤鲁。放刁本来是放话的意思，我华语叫放话，但是这只放刁蓝色活米人含这只日文写的我就连袂起来吼。放刁，爸比你搁会记得放刁无？因为我看当年即个书我现过书店啦。我毋知，我捌现互恁看过。好啦，搁来现一遍，无差啦。PANG 放刁 TIAU。PANG 放刁 TIAU 第一声吼。放刁吼，就我就讲放话吼，放流言吼，放刁放倒，放流言恐吓人，放刁要弄伊，这是弄还是弄？吼，其实放刁就是干那这个意思吼，要弄伊吼。好啦，看一下日文版。放刁，放刁是一个足普遍的，足常用普通的一个词吼，嘛是足接，毋是安怎讲，就是至少我较早定定听阮母啊咧讲话时阵会讲，放刁讲要安怎吼，就是人放话讲要安怎。当然是负面的啦吼，这毋是好事。我伫遮吼。
放刁要共伊啦吼，要甲共啦吼，就是要甲要甲共的意思就是安怎呢？要共伊就是对伊不利啦吼。放刁放倒，好，过来，放刁蓝色活蜜人，所以这安尼讲我就不介了解什么意思。放刁蓝色活蜜人，一只帆船到广东，广东城内13项，蓝色无影起6空，元朗人搁缀别人，吼，起6空是什么意思？查看有这个词。LAK LAK 第8声 KHANG 第1声，无我用我卡出去吼，6空。看 L 开头的字，哦 ，L 开头的字吼，伊有6空，咱做无影起6空，起6空，搁有浪空，6空是歹势是落空吼，落空就落一空吼，落空落空，吼，落空，但是含6空较音较活的，就是拄则比如讲拉空、起拉空、落空，可毋知对一个较活吼，但是拉空可能较活，是拉空是伫两个意思是，一个是伫咧空内底搅动，一个是揭发人的秘密吼。敢会是即个？我毋知呢。穴をほじくるが人の肘を摘発する。咱做无影起六空，毋知对一个。玩弄人哥对吧？哦，所以应该是迄个揭发人的秘密这个。无影起六空，无这个代志，搁去共讲有嘛吼，玩弄人哥对吧？所以 OK， 所以这个词你才 OK 吼。六空啊，嘿，六空。好，后一啊，75。你讲。对，第7条迄个嘿。75页，麻烦芭比。两人相看心茫茫，赶着入庙
记性功。咱说拿虾，果树虾，等下即个虾早者吼，因为声调我可读毋着。虾上好，咱两个。我先用即个汉字查看觅啊，是有即个音啊，祈祷的祈吼。无祈祷的祈吼，无即个虾音啦吼，所以我看台语大词典用汉字去查共有。台语大词典嘛是敢若有祈的音尔吼，无虾吼。安尼就学伊哦，毋知要安怎用吼。你若看伊日文版的部分嘛是写祈祷迄个祈吼，伊诺咧吧。咱说若虾果树虾吼，虾上好，咱两个吼，两人相看，两人相看心茫茫，敢着入庙下圣光。咱做若虾果树虾，所以虾咱就查一下虾音吼，用白话字查者。H E 第五声。虾，这两个字其中一个我咧用吼，甲外国讲好这是虾，但是另外是虾，几摆几次吼，叫做虾。传达、回答、退回、回音，嘛无祈祷或者是甲神求下愿的意思我无看到吼。即字虾静落来就降落来，嘛无啊，嘛无迄个。但是下愿有即个音啦吼，但是声调无共就尔。但是因为伊无声调，所以呢，真正有可能是下愿的下吼。我先查下迄个简字典。无看到有祈祷、祈愿迄种意思的字。啊，若虾呢？虾嘛是无。虾第七声。找到啊！这安尼，这吼实在是华语叫做瞎猫碰上死耗子吼，我白找嘛是我找着吼，就是下愿的下啦吼，我摇着吼。咱讲，你若讲
我下一个大愿吼，下一个大愿啦，下愿啦吼，我去上庙，我去城隍庙下一个愿吼，就是许下一个愿望吼，去下一个愿，迄个动词要用即个下吼，吼，伫大理大字典用即个顶下即个下吼，读做下吼，伊的规则内底第3条祈愿，就是即个我即马讲即个意思，就是即马即个歌仔谱顶头所用的即个意思吼。下神托钵，下天下地，道下下愿吼，即拢是下意思吼。OK， 所以呢，即只应该读做下啦吼，伊用一个较，伊用祈祷的祈，但是读混用音，就是训音啦吼，用音下，但是汉字写祈祷的祈，祈祷的祈就是下即个字的迄个意义嘛，意义就是祈祷嘛，无毋对啦吼，所以用安尼汉字嘛是对啦吼。安尼咱来读去吼，两人相看心茫茫，敢着入庙下圣公，咱做若下果就下，下上好咱两个吼。OK， 好，后一条，灶骹出有金水，这怎读啊？金水光吼。灶骹出有金水光，房间出有金面床。咱搁来困真软稀，即个稀伫等下查者吼，拄则吼迄个啥物，伊是用虾嘛吼，种一页是啥物，并无咱搁通来稀吼，是稀吼，等下查看稀有啥物意思吼。贪到死那，所以即个稀应该是斗阵佚佗趣味的意思，互你学。咱做一暝困袂光，好来，灶骹出有金水光，房间出有金面床。我拄则读做水光的时阵，我就知影哦，这意思是安尼无毋对吼。我就是讲我无读毋对啦吼，因为灶骹有水光即种情形，逐个你若细汉住咧庄骹的吼，因为无自来水嘛吼，阮较早阮是无水道水吼，水道水啦，应该是读做水道水吼，但是阮拢读错的，因头早逝去拢读做水道水安尼吼，水稻水啦吼，就是水道水就是自来水吼，台语叫法，就是对日本来的吼。阮住伫庄骹所在，阮无水道水通用，所以呢，就用水缸，甲水用水缸甲水堆伫内底，当然水缸是诚大个啦，一半人悬安尼。当然即嘛有即嘛有莫大，就是阮顶多叫碰浦吼，有碰浦去碰浦啊，甲水会当甲拍咧迄水缸内底免去灌水啊，免遮辛苦啦吼。但是迄水譬如讲是对地下水啦，或者是看啥物所在吼。OK， 所以灶骹内底有一个水缸，你堆水吼，这我细汉是捌看过吼，阮家己厝就是安尼用吼。OK。所以灶骹出有金水光，房间出有金面床，吼。咱搁来困真软稀，咱来查一下稀字为虾米拢用稀字。当然，这嘛是要搁来写字母像吼，看会当个。我毋知台语要安怎讲，写猫碰上死号，我看那个千拄千去我拄着的吼，成拄成吼，成拄成。稀字吼，因为写条我毋知，咱对稀字开始查起吼。可能先查迄个汉字看会当知哦。无毋是即个吼，毋是即个稀。我先查即个汉字吼，伊是稀。稀人吼，这是读做戏，吼，这是戏剧的戏吼。
所以是戏吗？戏言，读做戏。后一啊，戏大戏头家戏好，生笑。但是即个是读做标吼，讲标笑，潜水是无标，哇！即种讲法我就毋捌听过吼。泉州人的讲法啦吼，讲标笑吼。耍另外一个是耍吼。耍笑，无呢。无较接近的意思伫内底，不管是戏人，OK，戏人，咱过来困真软戏，还是讲拄则，并无咱过通来戏，我毋知吼，可能是戏啦吼，你若看汉字嘛是读做戏。好，后一条啦，这毋知影意思用嘛用袂出来。水紧开花白泡泡，青莲，这是读做莲。青莲甲水透天河，咱哥来到出花河，说恁有听也是无，出花河要查一下。我先用汉字做下花河。今仔日才学到呢。花河是烟火，放烟火吼。花河放花河吼，花河是烟火吼。较早捌读过，我若无啥印象吼。咱哥来到出花河吼，咱所有听也是无。水紧开花白泡泡，青龙加水，即个加水，等下我若查者看找着，毋捌听人讲啊，透天河。加水，你若看伊汉字写是加水吼。无即个词吼。青龙加水，咱就要用音去查吼，音去查就真正袂到。KA 加水，无查袂着啦吼，用摇的歹摇啦。后一条76页。麻烦你吼，76页。水紧开花白菜菜，树梅开花无人知，咱所心肝无意爱，甲果真心倒落来。
水紧开花白菜菜，树边开花无人知，咱做心肝无意爱，甲搁尽心倒落来。后壁即句我嘛搁看无吼。芹菜开花枝叶做，大骹查某加细鞋吼，大骹查某加细鞋吼，细鞋就是加伊是骹是细吼。客兄问伊怎样价？一圆破布踢画底吼。即条看有啦，即条自头到尾拢看有啦，真趣味诶吼。芹菜开花枝叶做，这是无啥物意思啦吼。若要讲意思，就是芹菜开花枝叶做，反正我无法度理解吼，无法度解释吼。芹菜开花枝叶做，过来就有啊，知影意思我就知吼。大骹查某加细鞋，加讲伊骹是细，有白骹诶啦吼。啊，客兄问伊怎样价？你要安怎加讲你有白骹？伊就做互看，一圆破布踢画底吼，用即块布踢伫画底安尼，当做是骹是。当然，即鞋是迄种白骹迄种你穿诶迄种叫做绣花鞋嘛吼，外国叫绣花鞋，绣诶鞋仔，就是迄种细诶鞋仔安尼。啊，但是你骹大诶，你无法度穿嘛，迄就用一块布踢咧画底安尼，啊顶头甲胯诶所在较软落安尼。好，头毛拄好无共，即是读做啥物呢？共有无共滚，无咬滚，无咬啦吼。骹甲有咬嘛吼。头毛煮火无咬滚，头毛煮火无咬滚是啥物意思？咱娘毋使无头船，扫扫心肝不时问，袂晓即个假名含顶头无共，即个是安怎读？袂晓随在君吼。好，来一条搁读一遍。头毛煮火无咬滚，咱娘毋使无头船。扫扫心肝不时问，袂晓随在君。但是即条我看无啦吼。毋使无头船，看无拢难过啦，足紧就甲跳过。77，芭比再麻烦你。一日烦恼，一日烦恼日落心，一暝烦恼过报应。咱做心肝无要紧，无采咱哥的心性吼。一日烦恼日落心啊，烦恼到日头落山吼，心事嘛吼。一暝烦恼过报应吼，一暝伊是写乌母哦，一暝烦恼啦吼，无困，一直到天光过天吼。咱做心肝无要紧，但是呢，查某囡仔根本就无要紧，无采咱哥的心性吼。好，即条袂歹 ，OK 啦吼。一日烦恼日落心，一暝烦恼过报应。咱做心肝无要紧，无采咱哥的心性。柑仔出世圆玲玲，菜豆出世动丁吼，应该是丁对。菜豆出世动丁，
看见娘身遮大阵，并无一个互过亲，这应该是亲啦吼。那看诺有伊生哪伊若死，并无一个互过亲。看见娘身遮大阵是啥物意思呢？米勒巴阿内萨诺奥基纳斯嘎达。所以嘛是相关是身遮大阵，是讲遮大可向，毋知歹势毋是，我看无吼。新婚去娘要落红，踮迄红内袂出空向。啥人好心甲我绑，甲伊相好一世人。新婚去娘要落红，踮迄红内袂出空。意思是知，但是你讲啥物我看无吼。新婚去娘要落红，其实我看无即句啥物意思。新婚去娘要落红，踮好红内无出空。啥人好心甲我绑，甲伊相好一世人。毋知意思。咱个78，芭比哥麻烦你现业，今仔读足紧吼。水锦开花白丝丝，邦桥后尾莲花池。金担兄妹话相见，较好分开见月时。水锦开花白丝丝，邦桥后尾莲花池，这后有念的。金担兄妹话相见，较好分开见月时。就是会当见面诚好安尼啦吼。水锦开花枝摇摇，花田出世马，这是做做哟，马做做。兄哥落难娘免笑，老目看娘也袂着吼。看起来意思是讲，莫笑讲我落难吼，我等咧看你嘛，稍等会着吼，嘛有迄工就对。一蕊荷花是金菊，年冬好收米来，这应该是俗。年冬好收米来俗，娘仔当时就断约，约我无影带袂着。一蕊荷花是金菊，年冬好收米来俗，娘仔当时就断约，约我无影带袂着。咱早前有断约即种讲法。TOANO 约 IOK 8声，我就直接用迄个汉字断约来查即个事，无。
无断了即个词。看遮册台语。9:19。无断了即个词。当时就断了，约我无影带袂着，毋知。79。父仔出世正雨露，豆宝做油正地苦。哦，豆粕啦，应该是豆粕。豆粕出油正地苦，兄哥做人真忠厚，毋敢伸手甲牛摸啦吼。父仔出世正雨露，豆粕做油正地苦。这是押韵吼。兄哥做人真忠厚，毋敢伸手甲牛摸吼。忠厚甲吼，毋敢甲摸。看见蓝色，这安怎读啊？在遮徛吼，看见蓝色在遮徛，兄哥转去饭无食，毋信蓝色缀来看，兄哥一顿食半碗。这个讲查甫看到查某囡仔伤死的情形吼。看见蓝色在遮徛，兄哥转去饭无食，毋信蓝色缀来看，这查某囡仔毋信来甲看，真正是兄哥一顿食半碗。OK， 韭菜开花亲像，应该是香对吼。韭菜开花亲像香，兄哥心肝想甲痒。咱阁袂捌活着数，袂知蓝色怎样好。韭菜开花亲像香，兄哥心肝想甲痒吼，这是押韵用的。当然后壁这条就开始，后壁这第二句就开始讲进入主题啊吼。兄哥心肝想甲痒吼，咱阁袂捌活着数，咱阁袂捌活着数，咱袂知蓝色怎样好。袂捌活着数，就是毋捌真正交往过，还是毋捌困过啦，应该是安尼啦吼。看啥物情形啦吼，袂知蓝色怎样好吼，毋捌演过，毋知影偌好吼。79、80。80页，过来啊！风吹广马，我阁看无啊吼。风吹广马，双鬢对无？双鬢麻，观音对面大屯山吼。这真正是台湾歌谣吼。你若住台北就知影这讲啥吼，无住台北当然嘛知啦吼。观音山对面大屯山吼，咱阁长目第目看，长目第目看，听着声音挂心肝吼。长目第目看，迄种讲法。听着声音挂心肝吼。鸡卵目就有香，这句话应该
就直接听到吼，你若毋捌听到，一般民间讲法是讲鸡卵较捌就有芳，就是你较安怎暗藏，就是会泄露出去吼。不管你代志安怎暗藏，就是会去互知影吼。就是安尼讲吼，鸡卵较捌就有芳吼，鸡卵伊即只是鸡卵肉捌就有芳。白纸包火无彩工吼，你用纸去包火，当然嘛是绝对烧起来吼，无彩工嘛吼。所以这是算台湾的俗语啦吼。我安尼讲，鸡卵肉就有芳，白纸包火无彩工。也着心实则通讲，毋通乱讲害死人吼。心实应该就是真实啦吼，也着心实则通讲。我看有人心实，啊你大电话收哦，心实是安怎？一SIK 吼，SIT 啦吼，心实想着，实是第八声。哎哟，心实有即个词呢，但你大阵要收即个词，心实就是调查真相，叫做心实。哦，所以心实看卖，就是你去查看卖啊，去探听一下吼，心实看卖吼，心实审查是毋是真实啊吼，心实。心实伫倒位？伫遮吼，心实。新沙有恶，希腊贝鲁就是调查真相吼。所以也着心实则通讲吼，毋通乱讲害死人。鸡卵肉就有芳，白纸包火无彩工。也着心实则通讲，毋通乱讲害死人吼。就是若真正有即代志，你嘛要想要暗藏嘛暗藏袂掉吼。啊，但是若无即代志，你嘛用去查清楚吼，知影讲有实在啊无实在有即代志啊，有实在才通讲，人还是啊。仙丹开花珠珠红，泉州梨藕放山东，对嘿。讲人无影做挂东吼，天理昭昭快报人吼。仙丹开花珠珠红，这是拗用的。泉州梨藕放山东，即嘛拗用，但是梨藕，等下知吼。讲人无影做挂东，做挂就是做过吼，叫做做挂。讲人无影做挂东，吼，就是人无做，但是你甲讲有安尼啦吼。讲人无影的代志，你甲讲做有吼。讲人无影做挂东，天理昭昭快报人吼，就是报应真紧就到吼。我想要查一下梨藕，看啥物叫做梨藕放山。梨藕可能是一个人的名，泉州梨藕放山东吼。要怎查吼？应该查无。讲人无影做挂东。好，9:29啊，安尼就读到遮，拄好80页吼。12月3号，好。
我讲差不多到动摇，敢若是130几啊。我现钱130几，136好啦。136嘛，佫是动摇嘛，146。146嘛，佫是动摇，156咧。哦，佫是拢囡仔歌啊吼，安尼后手佫足侪遐通好读诶吼。啊，但是钱也无，就是几纸尔吼。其实现足紧诶，今仔日就现10外页去啊。啊，无知影，今仔现8页。好，芭比，敢有啥物问题？哦，安尼哦，有人安尼讲哟。对啊，而且佫有一个就相信诶，就是青梅，我知念无？青梅给得到什么糖啊，是不是？怎么说？是得到糖。要用鸡跟虫来，哦，多谢，你佫找这嘿，青迷鸟甲的犀鸟器啦，吼，迄句对啦，嘿。瞎猫碰上10号姊妹啊，青迷鸟甲的犀鸟器。还有用鸡跟虫来替换的，对你来讲，对，青米粿都着汤，嘿，嘿啊。啊，咱读这歌吼，是真正是着这种方式，无法度，因为伊汉字安尼黑白写，黑白字我嘛实在，音佫无标声调，实在是。你讲啦。佫有一个拄则那个问号，就是拄则有一个。哦，端药，嘿。摊卡，毋是端药，迄个敢若是花，迄个你拄则讲迄应该是花的名，我若查应该是花吧。啊，这刚刚有个垂直，有无？摊卡，摊卡，但是古代是讲摊卡吧？那我不懂诶，什么垂直木？哦，摊卡吧，伊是讲我看日文的规则是吊目，就是讲你目睭是迄种。当然，你要真正迄垂直木，毋是翻白眼，是你目睭，你有看到迄叫啥？其实啥物凤眼啦。哦，这意思啊，眼尾就是，嘿，对，目尾是翘起嚟的吼，叫做摊卡目啦吼。哦，所以就是可以凤眼可以用这个字。我毋知影会使袂，就是我毋知影会使袂，就是形容啦，目睭较吊目啊，我看日文是写吊眼啦吼。嘿啊，所以摊卡发现，摊卡这个词其实是足常用啦。我拄则看奇怪，我想我袂晓解释吼，为虾米？因为我较早，比如讲我过年要到啊吼，过年的时阵大饼扫，吼啊。你搬一寡物件，阮母啊安尼甲放摊卡，意思就是甲竖起来，放摊卡，意思是讲甲竖，就是把这个东西竖起来。阮母啊意思就是安尼吼，讲啊你，比如讲你搬这个刀啊，还是搬迄个面床的，你甲放摊卡，就是甲竖起来。啊，所以这个意思我知，但是我煞毋知影要安怎解释吼。一看字典就知，哦，对，就是垂直的，互伊徛起来的意思。所以摊起就是这个意思。嘿，啊，佫有拄则佫有迄做侪问题，那个鸡卵肉拢有芳，中芳，是白纸会五彩工，那是本来我就是讲是包不住火，但是应该毋是这个意思啦，那是就这两句应该是安怎解说？就是那个百密都有一疏哈，你嘛会使安尼讲嘿。啊，就是讲你代志你想要暗藏是暗藏袂牢的。嘿，所以你若看拄则迄条歌，伊嘛是就是即个意思。
拄则迄条歌是第几页啊？我袂记得第几页，我看第，敢是79，78，078，你毋是要查可能看袂到。我记得是讲，过两密密也有空，吼，白纸包火无彩工，啊讲心实啊，心实才通讲吼。就是代志爱心实才通讲，代志你要查好清楚，确定有你才通讲。你黑白讲会害死啦。啊，就是讲你代志若真正有，你想要暗藏，你嘛暗藏袂掉啦。啊，但是你要讲人的事，你要讲人代志的时候嘛，是爱真正确定讲有即个事实，你才通讲，无你毋通你乱讲会害死人。吼，所以伊迄四句拢真正是有意思，拢是相牵连的。啊，所以过两密密嘛有芳吼，就是你想要暗藏嘛暗藏袂掉吼。啊，后壁迄句嘛是即个意思嘛，白纸包火无彩工嘛，你就算你暗藏嘛是会小气嘛，安尼白纸包火嘛是会别空就对啦，免包啦。吼，好。不用想隐藏。对，就是意思啦，意思就是安尼。端药。多谢。你拄则有查端药即个？我拄则查过无看，我想着。可能我药应该是花吧。无，毋是花啦，端药应该是含什么药定有关系尔。对，另外当时就端药我无影带袂着，就是即马得78页才上尾一纸，但是我毋知意思啦。因为尤其是后一句我完全看无，我无影带袂着啥意思。因为汉语伊安尼写，是安尼看无。好，毋是，好，咱读到遮啦吼。我敢若明仔载有排，明仔载我明仔载有排吼。明仔载同时间啦，但是读多一本我袂记，敢若是读教育公布的款。好，安尼到遮咱开房吼。好，再会。好。